有点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儿。你要不要一起啊？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睡在人家床上？水。他说他有点累，然后又喜欢我的床啊。那个，比如说，高山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喝什么，有什么兴趣爱好，家庭条件怎么样，还有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，只要是你知道的，我都想了解。苏然，你不会是啊？真的？不是，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的呀？不对啊，怎么就你？他呢？谁？哎呀，这床太舒服了，哎，躺着舒服，动起来舒服。哎，要不你也来试试？演，继续演。挺不错的。喂，他交代我了，明天下午4点，不见不散。有事儿啊？一个老朋友。我警告过你，你到底是谁？这些又是什么？心理学上有冲击力的图片可以刺激大脑皮层，我的解压方式有问题吗？不对，上次来不是这样。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偷偷来我家？你跟苏媛串通好了拖延时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好奇，我想要过来看一下。主意是我出的，是我让林过来查你的，你有事冲我来啊，高山。查我？你怀疑万总的事情是我做的？没错，我跟苏媛查过监控，当天晚上跟万总一起加班的人是你，也就说明你很有可能知道底价。我之前收到过一封匿名邮件，提醒我万总新入会拳馆的地址，邮件是你发的，也是你引导我利用入学资格做条件去说服万总。就凭这个？我还亲眼看见你跟孙离在私下密谋。所以你就怀疑是我做的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无耻吗？可至少现在你的嫌疑最大。高山，如果不是你，你可以跟我解释的。你走吧。